要設定傳真轉傳，先到影印機主畫面，喺工作列點按彈出視窗並選擇系統選單，進入功能設定頁面，喺列表內點按接收、轉傳條件或傳真資料盒，點按接收或轉傳條件，點按所有傳真接收的使用條件，點按轉傳設定的條件，於規則內開啟轉傳設定，進入轉傳目的地，點按新增登錄，選擇地址簿。如未設定地址簿內容，可參考片尾影片嘅連結設置。剔選要將傳真轉發嘅接收位置之後，點按確定。需注意，如接收轉傳嘅電腦冇開啟，會因未能發送而於影印機直接列印，或者影印機處於關機狀態，將唔能夠接收傳真，轉傳功能亦都會失效。完成之後，點按關閉，點按進入文件格式，選擇 PDF 格式。為咗容易分辨傳真文件檔案，點按進入文件名稱設定，將文件名稱修改為 fax， 然後點按確定，再點按確定完成設定。